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都无感冒呢，那会鼻啊怎鼻无味呢？高雄有一个蔡小姐，这3年来流鼻水、塞鼻、头晕晕，一直看医生，拢讲是感冒，或者是过敏。一直到有一届，这个菜拢煮甲臭火焦，嘛拢鼻无哦。 搁差一点仔火烧厝，才知影代志严重咯。详细去检查了，才来发现讲，原来哦，伊的鼻孔甲鼻道内底，洗甲满拢是迄种烂三肉，去伤到这个鼻角的神经，莫怪会鼻无。 用大火来炒葱仔和蒜头，鼻仔来鼻实在是有够香。不过高雄一位蔡小姐完全鼻无味，煮食的时阵鼻无臭火大味，差一点仔引起火灾，甚至是连有假素味拢完全鼻无，实在真危险。长得像荔枝的哦，其实这个就是息肉，只有这边有个小小的通道。 所以他鼻塞已经很久，愈生愈侪鼻梁，强要甲鼻孔仔和鼻道塞满，就是这3年外，互伊鼻无味的主要原因。囡仔拄出世的味，伊嘛完全鼻袂出来。互鼻梁直生的原因就是鼻窦炎没有赶快治疗的话，很容易慢性诱发鼻息肉的问题。蔡小姐的鼻仔不时就流出无共色水的鼻水，鼻道炎的情形嘛真严重。大概因为现在空气污染的情况下比较严重，平均20%就是每5个人可能就1个人曾经有遭受过急性、慢性、大大小小的鼻窦炎。息肉以后清除，把里面的空间都打开。 好佳在经过手术了，甲鼻梁切掉，鼻仔嘛较通啊。不过医生提醒，在空气污染或者是过敏严重的时代，鼻窦炎的朋友平常时会使加做洗鼻的动作，就若是咧落喙，会使用清水豆豆啊冲鼻孔啊，避免伤侪污染，互鼻窦炎的情形更加严重。